好大隻蛤乸隨街跳啊！140方帶埋裝修，送埋全屋空調，僅需63萬8就有交易啦。南北對流雙陽台嘅一個設計。咁佢呢套單位嘅話呢，係4個房嘅。你可以見到佢呢個客廳嘅話呢，開間係4.3米嘅，非常之闊落。呢個價位加上呢個面積段，可以講係成個新區最平呢一套大4房啦。華僑城呢隻面積段呢啲戶型嘅話，求其都要賣到成100萬啊！而家呢度63.8萬，足足慳咗30幾萬40萬啊！30幾萬40萬可以做到好多嘢啦，係咪咁講？而且呢套單位業主當其時買翻嚟呢，都係要成100萬㗎，都係含淚出售㗎。主人房非常之大㗎，有埋衣櫃俾埋你嘅。呢套性價比真係高，如果你要揾大4房嘅，即刻約我睇樓啊！